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讲早前的台湾部分人食薰、补薰有影介普遍啦，但是咱嘛讲咯，台湾因为安尼产生真严重口腔癌的这个问题。今日咱要小介长期推广槟榔防治，嘛积极参与着医疗政策推广，伫台湾四界走踪推动槟榔烟害防治，甲这个口腔癌太检的台湾槟榔防治之父韩良俊教授，伊讲咧。爱甲食槟榔的这个危害甲讲出来，若无讲出来真正是对台湾人无好啦爱做应该做的这代志，要守护台湾人喙齿的健康。咱讲伊是良医为民，各业做，尊德地印万行好。今日台湾商界文化新台湾，咱就要邀请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伊的故事。请出声再来OK， 好，舌头伸出来，伸直，尽量伸，只有到这边看看，填这边，左边，填右边 ，OK， 好，收进去，好，我再看口腔底下底部的地方。伫台大病院去个门诊，一位80多岁医师帮大家完成喙腔手术的病人检查。伊对待病人真温柔、真有耐心。伊是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韩良俊医师，伊会使讲是台大气科部上资深的先辈。因为台大气科部开创9个分科的规划，嘛创立台湾头一间专门给身心障碍者使用的麻醉室。韩教授算是在我们牙科界算是最资深的前辈啊。那他其实对我们牙科教育的开创、典章的规范制定，甚至我们的口腔颌面外科专科的从无到有到学会的成立，到现在目前是属于卫福部的专科医师之一。其实他都是一个开拓者，一个擘画者。台湾有2个学科是他开始开设的，一个是槟榔学的课程。当初开的时候，很多报纸都会写说，槟榔还可以开一门课，有学问，在大学里面上课的课，对。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是显学了。另外还有一个课程也是他开的，叫做牙科法医学。好，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些空难啊，或者是火车的灾难，我们没办法去那个大体没办法去辨识，其实都是靠牙齿可以去辨识。其实这都是牙科法医学里面的一部分。韩教授也是在台湾第一个开设这个课程。韩良俊是一位临床医师，嘛是一位教授。伊是咱国内头一个提出槟榔会危害健康、食久会得喙腔癌的医师。有人讲是喙腔癌防治之父，嘛有人讲是槟榔防治之父。伊过去几十档的拍拼，对降低喙腔癌的死亡率有真大的贡献。记的时阵韩医师对国外转来了，你伫台大做些口腔癌的部分，才发现讲，咱会拢一寡伫迄个槟榔的所在，有食槟榔的所在的人较侪，慢慢去研究，发现讲槟榔是一个致癌物，口腔的致癌物，所以伫迄个时阵，和防癌筛检中心、防癌协会，了后，对开始对遐开始大家伫遐去关心迄个沿海地区，较早的麦寮啦，做台西啦，遐迄个口腔癌发生率上悬的所在，阮就对甲国健迄阵叫做国民健康局开始伫遐安尼去甲因关心。韩良俊教授常常讲，槟榔、薰甲酒全部拢捌。得喙腔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123倍，所以伫鼓吹槟榔千万唔通食。伊对民众健康的看重，嘛可以摕到医疗贡献奖的肯定。伊认为医术唔那医术重要，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关心嘛是非常的要紧。韩教授在我眼中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医师，所以这个其实也影响到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甘心做一个治疗病人的医师，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你行有余力，你应该把你关心的角度
走出象牙塔，走出医院，因为你这样子关心的人会更多啊，你能够帮忙的人会更多，希望能够改变。这个是我看到韩教授他一路走来始终坚持，几乎没有变。良医为民，顾艺造，准得第一万行好。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到韩良准教授来到咱节目现场。教授你好。你好。哇，教授，即阵已经80几岁啊呢，也是这个真健康，你安怎保持的？多谢，普通尔啦，无讲特别好，不过都拢嘛是一寡迄个一般该注意的代志，比如讲尽量找机会运动行路啦吼，还是讲食物7、8分饱以内，莫到9分饱、10分饱啦吼。啊，当然食的物。也迄个特别甜啦、特别咸啦，迄个滋味相同的物避免，差不多拢一般的注意尔，无啥物特别的。无啥物特别吼，但是你安尼保持起来吼，80几岁看起来像60几岁尔吼，真正有影真健康啊吼。尤其咱讲吼推测到即个吼气口，也是讲喙齿啦吼，啊真正好好保养。听讲你的喙齿拢无一齿是假的。有啦，有一齿吼。足可惜，本来是足全啦吼，除了地气的第三个那个后瞻上大齿的第三齿吼，伊迄欠以外，迄欠无要紧迄种啊，所以普通有2、8齿，1、2、3、4、5、6、7啊，乘4，4、7、2、8，所以若2、8齿就算做全啦。是。啊，我本来是有全，但是足可惜有一遍伫阮台病院的即个。员工餐厅咧食饭，啊去食迄个筋啊、肉筋啊，啊毋知影讲内底一块幼骨还是啥物哦，补一个卡一个。哇！啊，所以即个中间第4器官，阮叫做第1个小臼齿啦吼，破去。哇！啊，所以无法度啉疼，足毋甘啊，但是无法度拜托我的学生替我放起来。OK， 啊，所以遐欠迄齿啊，但是我已经有做迄个齿桥啦，齿桥吼，不离子吼，是头前齿坎，后壁齿也坎，啊中间欠的位，那像咧做桥安尼连起来，是啊，所以虽然喙齿筋是无，啊，但是要补有喙齿当补，是，所以即马顶侧甲下侧差不多拢无欠啦，拢规个，所以。食饭无管用头前、用后壁、用正手边、用倒手边，拢足方便。拢大丈夫啦吼。是啊。这嘛表示讲你对你的这个喙齿真正爱护啦吼。若毋是迄个筋啊内底掺一寡这个幼骨，你的喙齿也是咱讲全齿啦吼。要甲这个记录保持好条，但是即阵嘛算是咱讲吼，伫咧这个年岁内底算是普落级的啦吼。但是有影啦吼，因为你对你的喙齿真保护，其实你有研发到一寡这个吼特殊吼，这个入喙齿的这个部分吼，听讲是安那 violin 的这个优化了。抿喙齿的方法是安那来抿其实吼，嘛即马空手无去抿伫手里，较歹说明啦吼。不过简单讲，就是讲去抿的吼，比如讲有迄个门。刷毛是迄部分的后壁面，后壁面大家拢无利用到。哦，啊，我是利用迄个后壁面会当抿即个内角，是头前的内角，即个短滑的所在，利用迄个位。短细一下安尼。安尼短咧，安尼。哦，会当抿迄个位。是。啊，甲佮做即个前后的动作。所以顶侧下侧拢是用安尼。迄个短滑的位就会当抿着，有影啦吼。啊，佮有一个较特别的，就是吼，大家做即款前后的动作，这是较无好啦。特别来上出力的是，其实喙齿有那会歪去，会去起一起去吼。所以普通这个动作爱足轻，佮差不多45度，啊，但是迄个目的是抿这个。喙齿含喙齿肉吼，普通喙齿含喙齿肉，毋是安尼大条的关系啦，是安尼。哦，意思就是讲，这个位有小可浅的膏啊，那像膏，一条肉安尼，膏条安尼，膏安尼即黏安尼啦，毋是黏安尼。同款意思啊，咱喙齿嘛是安尼一支一支，中有香嘛。是。但是大家安尼抿都抿袂着内底。
所以我的方法安尼背落来，顺这个势。哇，咱听到这个教授啦吼，甲咱讲安尼，意思就是讲大家吼过去这个歹习惯吼，这个抿喙齿的时阵，有影吼真正有一寡较无对的这个所在，但是即阵透过节目，大家好啊学起来了吼。啊，这个好处吼，就是你抿的中间一方面，喙齿肉、牙龈，还是讲牙肉啦。是。有哪会当massage掉？哦，是，咱讲到吼，真正顾好喙齿，但是真正咱讲头拄有讲到保本能啦吼，啊真正伤喙齿啦，尤其咱讲卡遐，咱讲伊这个纤维吼，嘛会卡伫咱的这个喙内底，尤其本能本身啦，伊就一寡这个刺激物件，迄当时吼，你嘛真正是真侪业者吼，搁伫咧代病院讲，哇，韩教授、韩医师，你好打就出来，因为吼你讲。你要讲的话啦，吼，真正爱讲的话啦，啊，伊当阵面对着暴力威胁，吼，你当阵这个情形是安怎？先甲阮讲一下好。迄是吼，其实是1997，民国82年啦吼，1997的5月，当时的屏东的选出来的立委，叫做郭廷才啦吼，郭廷才。是。过身的，伊迄个过立委有主办一个公听会，哦，伫迄个立法院啦。啊，立法院公听会，佮共款伊一日，中南部有差不多要我2万人的业者啦、农民吼，起来示威啦，是，讲袂使，嘛因的讲法讲袂使打饭团啦，袂使讲饭团的歹话哦。啊，所以起来示威，啊，上面拄拄着我要入去公听会的位，啊，所以那像迄个有关业者有哪知影讲我会去，啊，伫遐示威叫我的名来管，啊，就照原来的有定安尼，甲说明讲食饭团有啥物对健康的歹处，啊，特别有哪是安那，它会引起口腔炎，这个代志说明，啊，但是说明一半。其中，因为有请业者入来伫公听会内底嘛吼，一个我会记得是副领队，啊体格足好，哇，足大长的，足体格足好，足悬啦吼。把你吓哟。哦，走来我的迄个上头前的，迄个咧讲的倒来头前，是，啊倒遐第一到我的迄个麦克风。背走唱走啦，我爱我讲，真正是罗马。啊，佮用安尼，哪像要拍咧，比迄个姿势啊，目睭迄个，你甲你引啦，甲你引就对啊。哦，啊，当然迄个因为主办的过立委的助理较紧甲安尼有哪甲骗走啦吼，啊有哪甲请走，啊，互我勉强讲了安尼，啊，但是讲了以后。因遮个立委的助理感觉讲，看这个办事对头前出去行有危险，所以怎啊甲带对边门立委的边门伫，叫做青岛东路遐的边门安尼，溜出去安尼，溜出去啥，无去误着伫头前咧示威的遐个人安尼。是，但是咱看到讲吼，虽然有受到这款的这个暴力的这个威胁，但是你嘛是坚持反本能，啊救咱台湾国的这个决心啦吼。为什么这个决心这么重咧？哦，我想吼，我有哪有甲有的业者其实有哪有名利的业者，毋是讲拢无名利咯。所以我是甲因有哪说明好好，互因了解讲，其实本能会引起。口腔炎，啊，甲对健康有危害，这是已经科学的事实了。是，所以这个事实大家都爱知影。啊，至于只有讲事实知影以后，到底要安那来对应，还是讲爱做啥物对策，这是以后会当参详的代志。但是科学的事实袂当拍针嘛。OK。袂当讲白的讲做乌的，乌的讲做白的，歹就是歹的。所以我是。请因了解这点啦，所以有关业者其实有了解的，唔是讲大家拢无了解。是啦吼，咱会当看到讲吼，自这个教授的这个坚持内底吼，嘛会当看到讲，其实吼，咱讲伫你的这个会议内底啦吼，其实留着讲吼，共款这个医者仁心的这个一个决心伫的吼。即阵咱特别先去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教授爸爸啦吼。
有影吼对伊的这个影响嘛真深。内底吼，咱讲伊是排吼这个第六，因兜有拢总11个这个咱讲兄弟姊妹啦吼。伫遮爸爸对伊的教育是啥？爸爸嘛是一位老师，嘛是一位医师啦吼。先做来看。三栋连做伙透天厝的大面，壁面拢是绿色的食物，搁有一个大大的绿色的爱心。这是位伫台南市民宽路的汉内科诊所。这间病院是韩良俊的爸爸韩兆全创办的，是台南头一间牙科内科的专科病院。目前病院已经传到第2代，是由韩良俊的哥哥韩良成来经营。伫个等待医生的时阵，坐位，搁有壁面的小界。病院内底的仪器，拢有时间甲历史的训练。这间伫台南的老病院，就亲像伫病院内顶的这张大树啊，虽然捌经过战争，捌经过改朝换代，也毋过汉内科诊所已经伫府城有8档的历史，嘛一直咧照顾府城民众的健康。这病例普破差不多40几万份啦。啊，这是我从开业到即马连一张都无去讨价着，啊，都一日塔第二塔。啊，迄个时阵阮老爸是用姓嘛吼，才有知影嘛吼，才姓王的啦，姓王的查甫查某，啊嘛一塔啊一塔拢过伫遮。啊，我以后甲分做民国，像这是民国50年到20年出世的人，啊甲佮照伊的生日。吼，照伊这拢12月啊，1月初1日节安尼，啊，所以你若生日民国几年生日啊，王某某啊就出来了。伫寒假排第3、甲第4的韩良成、韩良俊兄弟啊，继承因爸爸的衣钵，甲医疗甲教育看作是人生的职业。韩兆全做医生的理念甲处世的原则，对这2个兄弟啊影响真大。咱会感觉讲台湾的早期的医生其实拢积极参与社会啊，参与文化事业，其实和因这个医疗的活动本质有介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做一个开业医啊，你是伫诊所啦，病人看病，因的业务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去病人因兜替病人往诊安尼，啊观察社会社区的现象甲问题，所以因自然就会感觉讲，啊要安怎解决这个人的医疗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对着爸爸的脚步，韩良俊后来嘛行上医师这条路，伊嘛毋但看过病人，嘛看到这病症背后的原因。伊行出病院，希望推动政策的制定来治根。咱若看梁俊医师口腔癌的防治，其实脉络嘛是非常的类似哈。比如讲啊，梁俊医师学了好的技术，啊，学了好的药物的治疗的方式，啊，毋过伊可能治疗遮济口腔患者，伊慢慢感觉讲，啊，一直治，啊，毋过病人一直来，啊，这边怎解决这个问题？哦，所以很早期这个，比如讲韩兆全医师，因爸爸，还是讲蒋渭水医师，哦，因的心态可能是介相像的，比如讲，啊，一直治，啊，病人一直来，安尼嘛毋是办法。要安怎对根本上来处理这个病的问题？咱其实需要对社会、需要对政策、需要对法律、这几个方面来设法。伫韩兆全医师的旧厝，会使看到老医师看的册种类是真多，包山包海。老医师的学问甲眼界是非常的开阔。韩良俊医师受到爸爸影响，阅读嘛是伊上大的兴趣。伊嘛甲爸爸留落来看病的记录，甲一寡著作来加以解说。除了中文，阁有日文的翻译甲台文的版本。伊希望爸爸的思想会使继续生传，来影响愈侪人。提倡罗马尼，出版罗马尼的册，重视运动体育，啊，佮提高妇女的地位。伫台南的部分文化业务，大家有哪会使佮较重视，佮较去注意这个代志。国内外精细，含咱的觉悟，啊，伊伫内底足敢讲的嘛是发挥台南市的迄个传统。是咱头拄看到这个影片内底哦，伫咧台南吼，真正恁迄间嘛算是这个大诊所、大病院啦吼，会当安尼讲无？毋是特别大啦，但是
足久了啦。足久诶，对迄当时来讲，应该算是开始，应该算是大吧。无足大啦，规模有若是阮阿哥家己经营啊，当然有迄个做伙咧进的迄个请医生做伙咧看，但是毋是讲像综合病院安尼遐大。有若是诊所的规模啦。是，但是咱嘛讲到迄当阵吼，爸爸吼，这个十全吼，迄当阵吼，真正是内底足侪人要来找伊看医生啦吼。有影一工200-300个有无？那就差不多拢安尼。差不多拢安尼。啊，你迄当阵对即个印象，互你的这个感觉是讲，哇，爸爸就是安尼救人，还是安怎？你有迄个印象伫咧无？除了你是阮是去学校咧上课啦吼。啊，但是主要印象伫暗时啊，逐暝啦吼，每一日暗时啊，差不多拢有人来咧敲门，急诊是直接，因为迄个都半暝啦嘛吼，啊，真侪患者有问题，有拢真爱来找阮老爸，啊，所以就来拍门，啊，甚至有诶拍门拍到讲韩先生啊，请你开门哦，啊无我玻璃甲你弄破安尼。哎呦，安尼讲。这是迄个吴尊贤先生。是。迄个时阵住伫阮的对面，叫做新和兴布行，伫遐咧做学徒啦。是。讲伊有听到，伊捌咧讲我听，讲伊常常听到讲，患者咧安尼弄啊足厉害的咧敲门，啊就急诊。所以平均差不多逐暗。会使讲，若平均起来，差不多逐暗拢有遇到急诊，有当时啊，若较厉害，一暝爱两三个都拢有。是，尤其咱看来讲吼，这个爸爸对患者吼，真像看待家己的亲人共款吼。头拄啊，咱有一个小故事，袂记啊，观众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讲韩教授咧看诊的时阵，伊惊吼，这个寒人的时阵，真正天气介冷，你怪吼用摸的吼，摸伊这个咱讲这个所在啦吼，惊伊伤冷，伊的手爱先缩缩咧。啊，甚至佫讲安尼佫袂使去买一个咱讲烘手的这个机器啦吼，烘咧，才去咱讲捂着吼，咱讲患者的这个面颊吼，这个下害者啦吼，这其实是学着爸爸医者仁心这款概念无？敢是安尼？我想迄个影响是无形中的影响啦吼。因为阮的这个口腔外科的诊疗咧看病时吼，若怀疑讲伊可能有迄个口腔癌，不管内底有破皮来溃疡，还是讲其他的迄个口腔的黏膜、软白的迄个色的变化啦，种白斑、暗斑，才会吼怀疑讲有内底有口腔癌的时，有若爱望看伊的迄个淋巴结，是，不管伫牙槽的下骹，还是讲颔骨啊，遮的淋巴结吼，淋巴结啦吼，有肿起来无？啊，阮爱详细望伊的大小，啊，伊看会震动袂？看有黏条咧，还是震动袂？吼，还是讲伊定还是软，这拢爱望，所以爱足注意望啊，搁爱望真久啦。啊，若寒人我手搁特别高冷哦，我惊寒啊。是。啊，所以我就想讲啊，安尼可能患者会摸起来感觉安尼真冷不舒服啦，无爽快安尼吼，是。啊，所以我有拜托病医设迄个洗手了的烘手机，烧风落来。是。我一定爱洗手啊，啊洗手了，迄个互我打开来摸啊，患者就较袂讲哇安尼冷气机捂咧到底。是，其实头拄啊教授讲吼，这是无形中吼受到这个爸爸的这个影响，真正是医者仁心吼。但是咱嘛讲到，爸爸伫咧过去迄个时代吼，毋若做这个医师啦吼，其实做到这个无眠无日，身体嘛过尤其。有当时啊，这个妈妈嘛是一介辛苦啦。妈妈讲的当是一个台湾女性纯命的一种精神，然后迄当阵爸爸过用的时阵，佫关怀互爸爸救伊一命呢。这是啥物故事？迄是迄个伊1935到40，是1935到40啦吼。去日本的新本是熊本医科大学留学。是。啊，是安那他会去啊？就是有一个做民俗蒸笼、民俗蒸笼，啊，甲西马达加吼。民俗
先生，伊捌做台南病院的院长啦。是。啊，阮老爸迄个1928毕业，啊到29毕业了1年伫台北的安息美会病院。啊，29的时，台南有机会，所以就怎刷去台南病院，啊，拄啊伊咧做院长啦。啊，所以互伊做真侪指导，包括医学伦理方面，伊有那拢足重视迄个明照院长。啊，即个明照院长足无简单，虽然来台湾，啊，搁落去地方的病院做院长啦，但是倒去日本的时，熊本医科大学新本的即个医科大学，搁请伊做校长。哦，伊迄阵做学长啦，吼，乐教学长。啊，所以阮老爸要去留法，就怎啊，有哪去伊遐留法。啊，请伊指导，不过伊是内科啦。到尾因为有原因，伊离开了。本来伊咧指导的怎啊，换做生化学的研究啦吼。啊，但是研究的中间，因为研究的压力啦吼，啊，搁伊去的时，我顶悬已经是。2个大姊，2个兄哥，拢对伊去，是家族啊，大迄个带去啦吼，挂阮老母啦，啊，搁请伊也去。哇！啊，另外较搁2个，一个是阮老母的小弟，啊，一个是阮阿伯，阮老爸兄哥的囡仔，有哪来伫遐咧做伙大咧有照顾，所以10几口要食清就对啦。足大口，啊，搁即个研究也足无闲嘛，做动物实验用狗啊啦。OK。啊，所以大概压力真大，怎为出血。足厉害的。是。啊，所以加在迄个时阵，明照校长讲，明照教授已经迄个离开新本医科大学，家己咧开业。哦。伊家己有迄个日本话叫做医院啦。是。咱是叫诊所明照医，较紧急救送去啊，抽阮老母的血，救伊一命，嘿，啊，甲救着一命，所以关明照先生有那是伊的救命的恩人啦。有影啦吼，是咱看到讲这段故事吼，其实代表讲吼，这个爸爸吼，无论是伫咧咱讲做研究也好，还是讲做医者吼，拢总是真出脱啦吼。啊，但是真正这个身体当中真正袂堪的哈，但是伊嘛是看到讲有真侪需求，无论是这个医学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台湾伊嘛看到讲吼，真侪爱来做改革的啦吼。迄当阵咱嘛知影这个台南文化协会啦吼，迄当阵即阵会当讲是100档吼，但是100档前。其实爸爸嘛参加在内，迄当阵阁有这个文化协会，咱讲铁三角啦吼，爸爸是其中一个，啊含咱讲吼这个蔡培慧，阁有这个王秀罗先生啦吼，真正拢是吼为着台湾咧发声。这段故事，你感觉爸爸是安怎的人咧？文化协会咱知影1922成立的咯，10月27伫台北的正修路中嘛吼，所以到今年拄啊100年啦吼，啊。过年关1922，伊就参加啦，啊，所以有做迄个一寡迄个理事啦吼，啊，特别较重要的就是吼，可能大家无注意到，1922成立，啊，但是1923，即个总部就对台北换去台南。哦，有影。哦，是。啊，1923一直到1927分裂。文化协会分裂，啊，搁出现这个台湾民众党嘛吼，所以1923到27，4年是伫台南，所以伫台南的时间是伫台北的2倍。2倍啦吼，所以台南伫遮伊国家真骄纵啦吼，爸爸。啊，所以迄个时阵，主持人大家咧讲的这个铁三角，是关含王秀罗先生、蔡培慧先生，迄个时阵伫台南，主要是因。伫啊，迄个啊，当然，阁有一个含阮兄老爸做伙开业的黄金辉先生，是，那像早伊2、3届台湾总督府以后毕业的外科医师，是，有那伫共款即卖的民权路遐，所以阮老爸有含伊做伙伫遐开业4、5年啦。是，共和啦吼，是即间吗？你讲啊，共和对，共和院，共和院用即个名。啊，所以伫台南有足侪活动，比如讲
街头的演讲。是。哦，啊，街头的演讲伊足敢讲呢，伊讲解放运动之路。是。啊是讲迄个台湾的迄个殖民统治诶无合理的所在，伫迄个街头拢有做遮个足敢讲的演讲吼。是。啊，佮负责照顾读报社、读报社，台南有哪有说？是。啊，佮像讲，到尾民众动了，啊是文化协会第3遍的会伫台南的时，是有若做真侪好的国语，比如讲校规学校啦，吼夏季学校啦，吼，啊是讲提倡罗马尼，出版罗马尼的册，是，吼。啊是讲重视运动体育，啊，佮提高妇女的地位，迄拢伫台南咧迄个，所以真先进的这个概念，拢伫迄当阵爸爸的带领吼，佮这个替三甲其他伊的同志，是大家做伙迄个，所以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讲伫台南的部分文化协会，大家有哪会使佮较重视，佮较去。注意这个代志是，那是这个医师的这个身份，是一个社会运动者的身份。咱头头讲哦，对着日本吼，这个当权者好，还是讲国民政府吼，咱讲威权的这个统治吼，其实咱讲拢透过写文章啦吼。尤其咱看到吼，这个1961年这一日哦，写到有够精彩吼，10月70的吼，咱讲国庆吼，伊写啥呢？伊写国内外情势，甲咱的国語，真正有影国語，亲像咱头头讲的。共和医院吼病院，这款共和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咧创立这个病院的时阵，就看到讲哇，其实爸爸真正有敢讲呢。所以共和病院是日本时代，啊，所以日本时代一直到这个1923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个叫做治警事件，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啊，阮老爸半暝去互掠去。哇！啊，掠去，佮押来到台北的迄个金山南路遐，是，无台北监狱，遐关2个半月。哇！2个啊，虽然到尾一审无罪，啊，二审啊，一审无罪，二审罚金。是。啊，到尾最后是有若无罪了，但是之前已经去关2个半月。有影。伫迄个位。啊，你咧讲的迄个1961年，关拄拄好民国50年啦吼，100年的中间的50年，伊伫迄个台南市政府办的双十节的迄个庆典啦吼，迄个会人受邀请做演讲，所以用迄个题目啦吼，就是讲迄最重要的题目叫做国内外情势。含咱的觉悟，啊，伊伫内底足敢讲的嘛是有讲拄像伊日本时代伫街头咧演讲敢讲安尼吼，伫迄个时阵要无党外啦，才会哦。啊，伊虽然原来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伊无客气，甲国民党批评批判。所以迄个曾荫明先生讲哦，伊实在迄个。讲啊，真精彩，真敢讲啊！甲国民党泼冷水，会使讲是迄个发挥台南市的迄个传统，就是讲台南市的传统，不管伫日本时代，甚至搁较早的清朝，是所谓民变啦吼，民变。拢伫发生的次数，台南上侪呢。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伫咧这个精神内底啦吼，处处都咱看到讲吼，为着台湾的吼社会，也是讲整个吼这个社会变迁，咧去为台湾来走走吼。所以台南有迄个反不良体制的抗议的精神，这是曾荫明先生的评语啦，会评语。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教授的这个形象，咱头头讲哦，为着本能的这个风制，啊，佮看到爸爸吼徛出来，吼挑战着日本政府也好，国民政府也好，其实拢是一脉相传的吼，真正吼，咱继续要过来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咱讲吼，这个教授的台语吼，真正真十全啦吼。即阵咱过来带大家看讲，其实吼伫咧起考吼，咱讲医学的这个面顶。台语文的这推测嘛非常的重要哈，先做来看。
如果平常有在自己做自我检查的话，当然不正常的，不管有痛或者没痛的时候，不正常的也应该可以发现出来。有不正常的，不管它是不是癌前病变或者口腔癌，就算不是，还是应该去找专业的医师看。40多年来，伫韩良俊医师的拍拼，台湾喙腔癌的防治成绩是愈来愈好。已经80多回，韩良俊医师虽已经退休真侪档哦，也毋过对有需要伊个去对。伊正重视人文关怀甲公众利益，伊嘛常常写文章来提出对这社会事的观察。伊正关心这块土地，嘛对台湾的发展真用心。这本是其实牙医的台语教育学用书，伊是伫教育部请的迄个计划做的但是这以前都已经对一般的医学、护理拢有做了。不过牙医的是佫特别，有关伊感觉迄个需要讨论的名词，有特别和我讨论过。虽然安尼，但是嘛真侪台语有若无一定足适合啦。迄个解过台语了，比如讲我本身的迄个口腔颌面外科，即个台语就足无容易讲出来，所以我含伊讨论一群了，甲讲规气啦，规气干脆吼，就改做怎新设一个名词，叫做口面外科啦。有写伫真内底，所以毋知影以后会普遍袂啦吼。我退休前嘛，建立甲牙医系的学生，还是讲少年的迄个住院医师、牙科啦、口腔外科的住院医师讲，恁上好若会当有若爱顺续学台语较好，安尼含患者的迄个讲话啦、沟通吼。就更较顺利。患者若拄着你会晓讲台语，伊嘛会感觉较亲切。你部分人的中间，尔咧部迄个。感觉足钦佩韩教授吼，伊安尼说做代志吼，迄府城人吼，足认真足认真。包括一项小小的一个代志，他就很像即届要研讨会时阵，伊会讲我这资料是安那，我这资料都很细心，过来就是讲，他很爱台湾，伊足听台湾的，足侪台湾的问题。伊比如讲，较早阮坐高铁，要坐高铁是讲你要落车时，注意一下边仔坎卡，就是监视啦。伊就讲对这个真有意见，我要来投诉。因为他们讲的不对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是真伊做事情的态度方法所以会得到一人的学习。因为这款的伊所有的态度，等才会做人做事的方法，会当互社会侪人看见讲足好的医生。韩良俊医师对性命甲土地的关心，毋若表现伫医病关系顶头。伊对家己厝内的花草树木，嘛是非常真足照顾。这拢显示韩医师惜命惜情，甲伊对性命的尊重。这种做自然啦，但是台语那像有人讲地卡人，那像有人有迄个名啦吼。不过中文的名是迄个珠宝的珠人。伊的花就是安尼一个圆。这打出来的时，若天气好，太阳一照，它会破一个小洞，破一孔细孔出来。破迄孔就是会香味会出来。所以若开济时吼，起来到顶悬遐，搭入来就随会闻到迄个清香会当传上远，所以足外开拢。种了以后呢，发现家己观察，大概差不多1、2礼拜老活，就会当发现讲发芽，像安尼。我看到足欢喜的，就知影讲种了成功了。
医病、医人、教育甲改变这个社会，海梁俊医师拢一直奉献伊的专业，嘛发挥伊的影响力。伊一向拢以坚定甲温柔的态度，一步一脚印，用伊的爱来用心对待台湾这块土地。其实我一直觉得韩教授他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医师，牙科医师，他这辈子没有开业过，而且他的 scope， 他的视野，不像一般的医师就是专注在他的本业专业去帮助病人。在他的想法，我一直认为他一直认为上医应该是要医国，良医应该是要为国忧，啊，除了为病人忧之外，应该要进一步的为国忧。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关怀社会、走出学术象牙塔的一个医师。可以说他是一个名医之外，他也是一个仁医。良医为民，顾业做，准得第一万行好哦。继续咱这帮访问吼，依然是咱梁俊教授啦。咱头讲到吼，爸爸对你的这个影响，其实你细汉的时阵，都甲伊有真侪文学顶的这个交流。咱头讲到，伊批评诗情也好，其实吼你嘛帮伊整理掉吼，譬如讲60岁也好，还是这个诊疗的这个时阵的这个随想吼。哇，这嘛是真正无简单。其实伊个甲吼，伊过去做医生，拢看伫咧报纸头顶，嘛等于是一种这个社会观察。对你来讲，你帮伊出册内底吼，你的感想是啥物？会看到讲哇，爸爸讲这个。还是讲迄个时阵，你感觉伊的对你的这个吼真深的这个影响，尾手发生伫倒位咧？迄个当然，阮兄弟姊妹的好意啦吼，有若算做一款观察。你甲我讲，特别我落迄个小妹叫做淑珍啦，淑珍吼。我最近出册是伫我的册顶悬甲我写讲我。像阮老爸3项啦，多3项。一项是讲，阮老爸，包括我少年的时，和阮老爸面真诚啦，伊的讲话。另外2项是讲，一个是讲有若注重社会服务，甲公共事务有若真重视啦，是。是讲公益，热心公益方面，阮老爸真重视。是。要一个就是讲爱写东写西，爱写文章。是。这点确实，我都有机会处理便的伊遐资料，所以我找到就甲摕来整理安尼，比如讲诊疗随想，迄是伊迄种有若算做听我啦。OK。所以伊若写好文章了吼。伊拢会指定讲，迄个时阵无影印，是一定爱步步用抄的。你是伊的抄写完了对吧？誊写，对，伊拢会指定叫我替伊抄。但是抄的中间，你大概听囝，还是讲注意到我有迄个兴趣啦吼。所以会向我讨论讲是毋是对伊爱改，还是讲文章写了安那？你毋是干那抄写完，你阁是伊的这个。听我的意见，伊有那会甲我问啦，迄当然是算作重视啦，还是讲一款鼓励也不一定。是。所以无管诊疗随想，我甲抄了到尾是登伫迄个台医学院的或者情形。亲信杂志，青年杂志，规个拢捌登过。是。登过了，伫台南的高中出版社出迄个单行本啦，吼，规本的时，伊迄个封面有若互我画图啦。有影，是一个这个听诊的这个吼。对，所以这个听诊器，我画迄个听落来，下骹甲迄个。或者诊疗随想4字，是。迄4字是阮老母写的毛笔字。阮老母的毛笔字实在足水的。是。所以迄本阮3个人，阮老爸写文内容，封面我写，迄个册名，毛笔字是阮老母写呢。哇，真正，咱无简单吼，就是讲到这个
规个咱讲吼，这个爸爸妈妈啊，甲你做回来完成哈。啊，其实咱嘛讲着吼，这册嘛影响着未来吼，也是讲有人要做历史研究的人，会当看讲哇，迄当时台南吼府城有是看虾米款的吼，咱讲伫遮着病的人是安怎这个生活也好，其实拢是一种观察一种历史的这个资料啦吼。另外咧，咱讲到这个文学顶的这个交流，你头拄讲着，毋单单是抄写完，你会当甲爸爸讨论，买手嘛影响着你吼。观察到咱社会变化、社会变迁吼，这对你嘛有真大影响。你吼伫咧虾米观察，还是讲吼对台湾有虾米大建议的所在无？嘛，歹势大建议是无啦，先讲吼。不过要讲这以前，我要搁提一项吼，因为讲到文学吼，其实阮老爸写的足符合文学的，就是伊有若捌出业了。做医生做13年，有写一本叫做《13年来我的医生生活》，用中文写，日本时代哦，用中文的白话字写的哦，啊，有若写甲足精彩内容吼，哪像咱即马有诶看到的白色的古塔，哦，就是这个医生之间的迄个斗争的过程，对对，伊有若有描写到，所以迄个部分若足精彩，啊伊。连在地迄个日本时代的新民报，啊有诶嘛是批评日本批评啊真厉害，所以有诶去用画雕去，印出来是有一部分画雕，有哪有这款情形 ？OK， 所以若是讲吼，阿爸要做一寡历史研究的、历史局的吼，会当参考到，咱讲是专霸啊，佮小可有文学，我感觉有文学价值啦吼，就哪像。少年维特的烦恼，因为伊迄个时阵是少年医生出业无偌久，啊伊感觉讲一寡护士哪像无咧甲注意，拢注意日本的医生啦，啥物即款感觉啦，是，所以有哪类似迄个少年维特烦恼的迄款心理家己的描写有哪，所以迄有哪足精彩，足精彩。13年来我的医生生活，有机会。欢迎大家来读。这一定要提出来好好读者吼，还有这个少年维特的这个烦恼，含这个白色吉他的这个吼感觉的未来麦当吼，好真济咱讲做历史的人研究，还是讲做剧，还是讲戏剧，做文学的形象，是拢会当啦吼有影。所以伫遮咱来看到讲，除了是这个咱讲有文学的价值，伊嘛用到白话字来写吼。日本时代哦。是啊，所以这嘛是真精彩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吼，伫咧艺考也好，戏考也好，伊用的这个咱讲用册内底，你嘛是爱坚持用到这个台文来做一寡书写。咱讲到有这个用册来推测啦吼，这嘛是有一寡影响伫咧吼，嘛是甲台语有关系。这个是安尼啦吼，因为我的专长是迄个高强外科。是。正式讲是口腔颚面外科吼，啊，但是因为真长啊，个这个颚台语真歹读嘛吼，所以我含这个张家燕这个写迄本台语的迄个教学的用册，张老师参详了讲要推出一个名词叫做口面外科啦，口啊甲面外科，啊，中文是口腔颚面外科、口面外科。是。啊，这个因为我的专长，我的专门是口面外科，啊，我有若有收一寡住院患者、入院患者，啊，这个患者当然拢有一寡这个家族的做伙来嘛。OK。所以我咧教学的时，拢甲阮遐个学生、去考的学生啊，甲住院医师讲，恁若要照顾这个住院患者、入院的患者是。上好有哪会晓台语哦，安尼含因要沟通也好，沟通然后要交换意见啦，问一寡病历啦、病情，有哪较方便，较问较会当详细，啊人因遐个人有哪会较感觉亲切安尼。所以我是重视这方面啊。当然，加在张老师有出这本书，我是小看尔啦，加减有。帮忙着啊，但是要毋是讲
完全还没讲到足详细，是，但是要不甲遐专门啦。但是咱讲吼，老师身上、伫教授身上，会当看到真济，学到真济啦吼，真正是医者人生吼。过去本地要读这个特学的，咱讲吼，改做去读这个医科、医科啦吼，其实对台湾的社会嘛帮助真济啦吼。上届吼一个问题吼，佮请教教授啦，上摆一个问题，简单甲你请教吼，就是讲。你嘛退休，这个差不多20天的这个时间啊，对着台湾，咱讲还佫有一个还未完成的任务。你讲后尾人后尾紧来完成是啥物咧？那规个对台湾来讲哦，拄好今年就是文化协会100周年嘛哦，所以9月25我有参加台北市的这个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这个特典的记者会。迄个时阵包括歌市长啦，甲其他过来的，比如讲戴宝春教授啦，吼，伊即马是53年基金会的干事长，因拢有上台演讲，大家演讲的迄个共同的内容，差不多拢咧强调讲，伫日本时代，文化协会咱知影，伊的宗旨。伊的目的，伊写讲是助长啦吼，帮助成长这个台湾文化的发达，伊是写安尼啦，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这是伊的文化协会的目的啦吼。当然透过安尼，互台湾人的地位向上，一寡知识啦各方面的水准有哪提高，所以这努力拢伫台湾倒来啦，但是。台湾文化协会，包括过来，包括还是讲其他咱台湾人爱做的，就是讲，可能对来已经民主差不多达成了嘛吼，文化相当提高了，起码是应该对外爱努力了。就是讲台湾其实对外起码看起来，差不多国际上无地位啦。真侪对人。不平等，无受到平等的待遇。这点咱爱搁努力，爱搁争取。咱爱甲咱的这个眼界搁较抛开哦，就像咱的这个节目的名共款吼。咱讲吼，这个良医唔那干那是为民顾家做啦吼，真正是体验着咱所有的这个台湾人，互咱所有的人真正是万幸好。今日感谢咱的韩教授，甲咱吼。做伙来开讲吼，讲你一寡80多档来人生故事，非常感谢。多谢主持人展示的，多谢各位听众观众。良医为民顾家做，准得第一万幸好。台湾商界感谢所有乡亲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